大家好，我是克夏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这是特别版第2版第5章创造传奇。那第5章讲的是马来西亚仁波切从1992年到马来西亚至今的历程。那么之前分享了很多，就是已经分享了很多次，因为这第5章内容是相当多的，因为其实这整个时间也是相当长。如果我们看过去仁波切在的其他章节，那都是几年，就是可能有些5年6年了。那这个马来西亚的是从92年到今天，那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所以内容也是比较多一些。那这里主要呢是包括他从零，就是孤身一人抵达马来西亚，到创办的克夏佛教中心，乃至在全球各地拥有许多弟子，所以过程是比较长的。那之前的那些内容呢，我们就在这里不再重复了。那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仁波切，就是众人眼中的仁波切，我就给大家翻开一下这个。好，这是上一期介绍的你我身边的菩萨，讲的是仁波切怎么去克服种种困难，为了就是要去利乐众生，那是为了弘扬佛法，为了利乐众生，他忍下一切的痛苦和艰辛，就一步走来，坚持下来，所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众人，而不是为了自己。那这里讲的孔雀呢，就是牺牲自己，就是吃下最有毒的东西，却只是为了去帮助别人。接下去呢，这个众人眼中的仁波切，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念一念这个内容。众人眼中的仁波切，多年来仁波切的学生们有幸拜见和访问了好一些曾出现在仁波切人生各阶段的大德、老僧人和朋友。这些访谈让我们有机会得以透过仁波切的前辈和同修们的视野，一窥仁波切早年的生活和贡献，进一步了解远在仁波切创建国际知名佛教组织向全球弘法之前的种种事迹。他们的话启发和提醒我们自己是何其幸运，竟能如此亲近一位活菩萨。那这些接下去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都是长达就是10多20年来，仁波切的弟子在各种情况下有机会去拜访仁波切之前的同修啊，之前的朋友或者是上师，从他们的眼中了解到我们所不曾看过的仁波切，在不同阶段的仁波切。那通过这些分享呢，其实以后接下去希望大家透过这些分享，也可以看到，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仁波切，看一下仁波切从以前到现在，他究竟是一个在大家眼中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也了解说他在创办的这个克夏组织之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解他在出家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这些都就是这些众人呢，就包括他从小到大的朋友或者是上司亲戚的。那我们第一个介绍的这个右手边就是我们这287页上方，这个是至尊第101任甘丹赤巴杰逊龙日南杰仁波切。那这个至尊第101任甘丹赤巴杰逊龙日南杰仁波切，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念过了，他给仁波切的一封，就是怎么讲，就是介绍仁波切的一封信。这里呢再附上一段短短的就是龙日南杰仁波切对仁波切的一些评语。他说，赞都古仁波切很年轻，不但对追寻佛法怀有巨大的勇气，还拥有大慈悲和奉行佛法的心。我相信他的教诲将会给这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赞都古仁波切不仅给予寺院很大的帮助，还透过传授佛法协助了许多人。弘法助人是十分重要的，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也感谢赞都古仁波切的教诲和他给予的一些帮助。我年纪大了，很容易感到疲倦，
但像占都古仁波切这样的年轻上师，我认为他们能够将传承延续下去。那从这第101任甘丹赤巴杰逊龙日兰杰的对仁波切的评语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占都古仁波切的是怀着巨大的信心的，也是感到非常安慰的。那他是说仁波切很年轻，他相比之下他说自己已经老了。那这样他说这样一个年轻的仁波切对佛法的追寻是有很大的勇气，而且有很大的慈悲心的，所以他深信这样子的一个仁波切呢，将会把佛法带给全世界，而且能够很广大去给这个全世界的怎么说呢，给众生带来福祉。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这是来自第101任甘丹赤巴杰逊龙日南杰。那接下去这一位是287页下方的这一位，这是尊贵的甘泽令仁波切，他是甘丹萨济寺前住持。那尊贵的甘竹泽令仁波切对占都古仁波切的评语是：占都古仁波切曾经跟宋仁波切和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重住，并在他们座下学习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些大师座下学习，让占都古仁波切也培养出跟他们同等的特质和学识。佛法老师们必须根据人们的心识水平来调整本身的教学方式。过去在西藏，我们使用另一种教学方式，然而由于现代人很容易觉得无聊，所以教学时间就相对较短。人心一直在改变，我们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占都古仁波切所采取的教学方式是正确的。占都古仁波切初到马来西亚时，人地生疏，但他依然到处见人和弘法。占都古仁波切投入许多心血来协助康尊筹款建立新生社，造福了许多人。我曾听说占都古仁波切也协助藏族和印度村民。每一位僧人都见证过占都古仁波切的付出。重点是，占都古仁波切都在帮助贫困人士和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在占都古仁波切身上清楚看到这一些。他最出众的特质是他总想着如何帮助他人，而不是自己。这是最重要的，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那这是甘丹萨济寺前住持尊贵的甘竹泽令仁波切对占都古仁波切的评语。那他其实他是跟占都古仁波切同一个寺院的，所以他纵使他的地位就是他资格是比仁波切还要高的，就是当时但是他对仁波切在寺院或者寺院外的所作所为是略有听闻的。那从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他对仁波切的高度评价。他认为仁波切他跟随宋仁波切和堪苏强巴也喜仁波切，他认为仁波切是完全学习到了两位上师的精神。而且呢，他特别认同仁波切的教学方式，认为仁波切以现代化的方式来传授佛法是应该的。因为其实人在改变，所以教学方式也应该适当的灵活的去改变。那当然里面他其实他讲的最强调是怎么说，他最高度赞赏的是仁波切的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的心。他讲最触动的特质是总是想着如何帮助他人。那这的确是普遍，我们如果再接下去再继续听再继续看的话，你就会看到所有的甘丹寺的圣人，或者是他过去仁波切过去的同修的，大家最强调的仁波切最出众的一个特质呢，就是他永远都把别人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把自己放在最不重要的位置，总是以别人的一切需要为优先考量。那这是一个菩萨的一个所为。接下去我们再翻开另一页。288页。
288页呢，这一个是尊贵的堪苏达巴丹真仁波切。那这位仁波切呢，他也是甘丹萨基寺的前主持。我对仁波切的评价是：赞度格仁波切约在1987年加入寺院，我无法清楚记得每一个细节，但我知道仁波切常专注于大量的密续修持、禅修和法会等。仁波切原想继续留在寺院，专注于个人佛法修持，但在慈悲天性的驱使下，他愿意放弃个人的意愿，离开寺院去协助他人和造福更多众生。我个人认为，赞度格仁波切为了他人所做出的善行，既无私又深具启发性。我担任布康康村的深色执事的时候，赞度格仁波切不遗余力的筹款，才让扩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这期间，他也时常到工地亲自监督建筑工作。仁波切想参与扩建工作中的每一个过程，尽管他无需那么做。仁波切给予康村和寺院的关怀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水平。赞度格仁波切的教学方式十分出色，我曾阅读过他的书籍，内容都很好。那是因为他曾在精通显密教法的伟大上师坐下学习，而他的教法也达到了他们的水平。仁波切的教法十分特殊，因为他多事都在弘法，他的根本上师也极具经验，所以他的教法是非比寻常的。在他弘法时，人们都会聆听，而且收获是极为丰富的。赞度格仁波切向来最注重的就是佛法，他目前在马来西亚教授和弘扬佛法，尤其着重于传授宗喀巴大师的教诲，给当地人带来极大的裨益。我对此深表感激，寺院和我对此都无以为报，唯有日日随喜。祈愿赞度格仁波切法业增长，愿仁波切的弟子们能够继续造福更多人。这是甘丹萨基寺前住持尊贵的堪苏达巴丹真仁波切对仁波切的一个评价。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其实你发现到每一位就是这些大师们他们的评价大概都会在几个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们听闻仁波切在寺院时的所作所为，有些是亲眼看到的。所以这位堪苏达巴丹真仁波切呢，他特别强调，就是说知道仁波切在寺院的时候是很积极的、很努力的在投入各种修持和禅修。他也知道仁波切是想要留在寺院，但是为了众生放弃自己本身的一种需要。所以这一点呢，他是高度赞赏的。因为闭关固然重要，其实每一个就是这些怎么说呢，就是佛法大师们，他们都会希望自己一辈子就是有一段时间至少是能够正式投入那种密续闭关的。但是为了众生的需要呢，放弃自己本身的一种意愿，那是更加伟大的。所以这个堪苏达巴丹真仁波切在第一段就给了高度的赞扬。那另一方面，他跟仁波切其实有怎么说，有相当密切的接触，因为他们都是布康康村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当时仁波切筹款，就是为布康康村深色筹款的时候，他是布康康村的执事。所以是因为仁波切的怎么说呢，积极筹款，有了这个款项，那布康康村的扩建工作才能够顺利展开，那解决了僧侣宿舍不足的一个情况。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这点我是非常我们这本身也是有最感同身受，也亲眼目睹的。仁波切亲自监督建筑工作。那通常我们知道，就是筹款的人是负责金钱的，那不需要去监督工地的工作。那这是仁波切呢，他的个性使然，他总是会亲自去参与每一项工作，如果能够的话，事无巨细他都会去去了解关心，甚至亲自动手。那这并不是说他想插手任何事务，也不是说他想要更多的权利
或者控制。其实最重要是仁波切他参与每一个过程的主要原因是他想确保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妥当被完成的，就是尽可能就是照顾到众人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在布关康村的这个深色的建筑工程中呢，他除了筹款，他也是亲自去参与每一个过程。那另一方面，这每一个上师们也给他同样的一个评价，就是说他的教学方式十分出色。那其实最重要就是深入浅出的这种方式。所以呢，他说怎么说？对仁波切在马来西亚他的弘法呢，这位世界上师们都非常感激，就是非常随喜的。那其实还有另一些，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曾经到寺院去的时候，也曾经听过很多圣人，他们常共同讲的一句话就是说马来西亚弟子们都非常有福，是非常幸运的，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上师，而且他们都常强调一句话，就是说仁波切不是一个普通的上师，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去听从他的话，追随他的教诲。这是我在寺院听到最多的其中一个评语。接下去呢，我们再分享另一位仁波切的上师之一给他的评价。这是尊贵的迦叶刚坚仁波切。大家对迦叶刚坚仁波切是相当熟悉了，因为之前也介绍了不少。现在在这里给大家快速的念一遍。赞度仁波切是一个优越的转世高僧和一位少好上师，他拥有丰富的佛教哲学和佛经知识。与此同时，他对当代写作、阅读和现代人的做事方式也有良好的掌握，因此我并不需要给他太多指导。赞度仁波切经常实践4种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和慈爱施，这是他的天性。此外，仁波切也具备了一位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金刚乘佛教上师和精神导师的一切特质。仁波切许多前世都在寺院里进行了大量的闭关。如果他今生依然留在寺院，而不善用他的经验来照顾他人，那又有什么意义？那是上座部佛教寻求自我解脱的方式，但仁波切并不需要这些，因为他已经是一位转世高僧。仁波切过去在西藏的多任前世都曾编著了许多书，但有机会接触这些著作的，基本上只是区区少数的西藏寺院群体。反观在今世，仁波切的教诲已经散播全球，所以他今生的事业无疑是比前世来得更成功的。仁波切今生事业比前世更为重要的其中一点，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必须付出许多努力。仁波切年轻时所经历的磨难，已经成为他理会他人的一种独特方式。他的艰苦经历触碰了人们的心，鼓励人们更加努力。一位藏族高僧，生于台湾，迁居美国，再成为美国公民等。藏族高僧在西藏以外转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若分别拿在寺内和寺外成长的高僧来做比较，我们会发现寺外成长的高僧往往享有更成功的佛法事业，其教法也流传得更广。赞度仁波切的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我相信他的教学方式不仅有助于弘扬佛法，也能给普罗大众带来巨大的好处。仁波切早期前往马来西亚为布康康村筹款，让他与马来西亚结下善缘，为今日的开花结果奠下基础。如今仁波切不仅能够协助寺院，也能透过他在马来西亚的事业帮助许多人，这是很好的，我为此深感随喜。我请求赞度仁波切出版个人传记的最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从过去到现在都在经营着了不起的事业。今日的人类都在找寻一些良好、正面和有裨益的资讯，所以他们才积极阅读许多书籍。他们虽然感到痛苦，想要获得快乐，因此总在寻找一些对他们有益的事物。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欠缺良好的事业和行为。
因此让人们知道仁波切从过去到现在的种种事迹是十分重要的。那这是冈坚仁波切的对占都仁波切的这些看法的评价。当然他就是高度冈坚仁波切是仁波切的其中一位影响仁波切相当重大的上师之一，虽然他们并不常见面。那这本书之所以会出版，也是冈坚仁波切的，就是在仁波切的鼓励下完成的，其实是他建议的。那我们从这刚才的几段分享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冈坚仁波切想要仁波切就是出版一个这样子的传记。那仁波切个性是非常谦卑的，他最初当然认为他说他本身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很平凡的一个僧人，那不需要出什么传记。但是他的上司呢告诉他，就是冈坚仁波切告诉他这样做是能够造福许多人的，那仁波切才答应了下来。那冈坚仁波切写的他的这几段的话呢，其实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坚持要仁波切出版这本传记。他说，因为其实就是说，仁波切他除了他是一个好上师，他有很丰富的佛教知识，所以在知识层面上，冈坚仁波切对仁波切是怎么说呢？是给予高度认同的。他认为他的知识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他对于现代人的做事方式就是非常了解。那所以冈坚仁波切认为，其实他并不需要在知识层面上给仁波切更多的引导。其实他说仁波切其实常常是大量的布施的，不管是财施、法施、无畏施、慈爱施，这是很自然在布施的。那这一点呢，是佛教的一个精神。所以他说，仁波切具备了三乘导师的一些特质。所谓三乘，就是上座部、大乘佛教和金刚乘佛教，就是这是佛教里的三乘的导师的所有特质，他都有了。另一点呢，是他针对仁波切就是在闭关与处外弘法的一个看法。他认为仁波切其实已经不需要再继续闭关了，那也不需要再学习更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前世其实他该学的他已经学了很多，而且他该做的已经做了很多。那今世呢，其实是应该出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应该把佛法广传出去。所以不是留在寺院，而是应该用自己本身的经验来造福他人。他认为冈坚仁波切认为，如果说一味的想要追寻自己个人的闭关，那其实那个并不是一个金刚乘该有的精神，那是上座部的一种方式。而且呢，他对仁波切这一世的成就呢，是更加的给予高度的肯定。那怎么说呢？他这位冈坚仁波切，就是之前我们提过的，曾经说仁波切这一世的成就比他的前世来的更高的一个就是这位上师讲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他说的，其实他的道理在于，他说仁波切过去的他的前世虽然写了很多著作，留下了很多很经典的就是文著，但是那些呢，他的对象都只仅限在西藏的寺院内。那反观仁波切今世呢，他读者却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就是不管是人数或者是涉及面，都来得更广。所以他认为从这一点来看，仁波切这一今生的事业是远比前世来得更成功的。而且冈坚仁波切认为，仁波切今生他所经历的各种艰苦的经验，那就像我们刚重新跟大家再分享过的，他所从小到大，从被父母抛弃，给养父母领养，遭受虐待，在求法的过程面对很多困难，直到后来遇到上师，又失去上师，那来到寺院，想在寺院留下来，却没有办法，他要就是前来马来西亚弘法，那种的。那
高见仁波切认为这些经历呢是非常珍贵的，这是一个能够怎么说呢，让别人可以借鉴的，是可以鼓励年轻人的一种方式。其实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佛法。所以高见仁波切是从基于这种特点，他就鼓励仁波切把这个传记写下来，让大家就是能够从中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本身也能够得到能够得到启发，得到鼓励。希望就是有这些大师们都希望尽可能去利会更多的人，那他希望仁波切透过他的传记呢，能够利会更多人。那仁波切因为听了上师的解释之后呢，仁波切也虽然是很谦虚，但是他也答应了这么做，所以才有了这个承诺这本书的出现。那我们这一期分享可能就到这里。好，在结束之前，我们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于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师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此相属而知矣。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六时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回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祈请恳常住。那好，这期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